各位可爱的小朋友们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可以吗？高雄的小朋友，我们台中的高中生都跟软脚虾一样，高雄不一样哦。可以吗？佑君，下首歌《凯旋》送给各位，谢谢大家。各位准备好了吗？可以了哈。还没有。Go! 站起来啊！谢谢大家，我们是女朋友最爱的后摇团步行者。好，各位表现得很好哦，谢谢，我们注重哦，赞。还是哥哥们有点体力不支啊，太好吃，谢，好吧，还是要宣导一下啊，每次多喝水啊，饮酒盖不喝，理性饮水，好不好？理性饮水。